位伫永康东桥占地大约1500平，台湾第一间适合以新世代复合式的商场，是由着统一超商、康士美、星巴克、加统一精工4大品牌联手来打造。20号上午，伫个古镇甲人才镇的表演，举行热烈的剪彩开幕。请剪彩。伫个剪彩仪式过后，随后嘛由着统一企业集团的董事长罗志贤，甲统一企业美丽事业董事长高秀玲翁仔某举行结拜，场面温馨。请剪彩，Park Avenue 商场正式开幕。太甜蜜了！统一企业集团伫个永康东桥开了3年的时间，打造这座全新的复合商场。除了象征对这座城市的热情甲承诺，同时嘛象征着统一企业集团甲永康地区的关系。这唔定拥有来自5星级酒店的主厨指导，提供现做的餐饮服务，更加融入了超商、空桥门市的多元元素，包括贩售店、生鲜商品甲餐厅等。功能多元，展现了未来新零售的样貌。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全新的新世代的复合商场 Park Avenue 在4月20号正式的开幕。那 Park Avenue 的商场呢，是由美丽事业高秀玲董事长带领团队，耗时3年，从内而外细心的规划，包括了整个建筑的美学，还有在整个空间的设计跟颜色的运用，也包括商品结构。那也是要来呈现给让整个商场呢，可以呈现一个未来的一个新零售的一个样貌。那 Park Avenue 的商场呢，我们有包括 7-Eleven、康士美、星巴克跟统一精工。那主要是汇集了美食佳饮，那美丽的服务，然后还有就是在美学的建筑，那提供给消费者全新美好的生活体验。为庆祝开幕，该商场对今日起到4月25。只要伫个商场内消费满888块，就会用个赠送一张刮刮卡，有机会来抽到黄金加 Open 的点数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